在东突厥斯坦过去2年中任意逮捕和判刑的数量有了突破性增长。据报道，在过去2年中，超过23万人因各种指控被判入狱。根据所谓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和司法机构的数据进行研究，东突厥斯坦的案件数量在2年内超过了23万，而有200万人被关押在集中营。中国政府在东突厥斯坦建立了一个大型监控和监狱系统，以控制和镇压该地区近年来的突厥人口，镇压力度和任意逮捕数量发生了明显的增加。路透社星期一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，澳大利亚情报单位确定，中国曾对澳大利亚议会和3大政党发动网络袭击。澳大利亚当局今年2月时也曾透露说，议会的电脑系统曾遭黑客攻击。5名直接了解相关情报的一名人士对路透社说，国家安全情报部门澳大利亚信号局早在今年3月就得出结论，中国国家安全部需为此次袭击负责。但这份报告同时建议对调查结果保密，以免影响澳中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。澳大利亚政府尚未公开这份报告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的办公室不愿对路透社的相关提问作出回应。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边境发生冲突，导致1名吉尔吉斯士兵死亡，6名士兵受伤。吉尔吉斯斯坦国家边境管理局表示，最近一次枪击事件导致1名边防警卫死亡。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巴特肯地区莱勒克县有争议边境地区的2个关察塔受到了塔吉克士兵的袭击，1名边防警卫死亡，6人受伤。据报道，吉尔吉斯斯坦总理阿布尔加吉耶夫已下令加强边防。沙特阿拉伯当局表示，将会邀请包括来自联合国的国际专家，调查沙特阿美公司石油设施遇袭事件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，伊朗看起来是袭击沙特阿拉伯2处石油设施的罪魁祸首。另一方面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，在没有确凿的调查得出结论的情况下，去想谁应负这个责任，我觉得这个本身可能是不太负责任的。据宣布，由俄罗斯开发的 S-500普罗米修斯防空导弹系统将于2020年开始量产。据 RBK 电视俄罗斯官员说， S-400防空系统的部分配件可以在土耳其生产，由俄罗斯开发替代已经投入使用的 S-400防空导弹系统的 S-500普罗米修斯将于满足该国至少25年的防空需求。